各位投資者，喺能源商品市場嘅核心，有一隻港股正發出驚人嘅信號，佢就係中國神華能源，股票代號1088HK。你知唔知佢嘅股息率竟然高達8.47%，加上市盈率只有13.48倍，呢個高息低股嘅雙重優勢，係咪預示住1088HK 將會係你尋找嘅下一隻商品投資金礦？立即深入探索。首先，我哋嚟認識下中國神華能源，股票代號1088HK，佢係中國最大嘅煤炭生產商之一。呢間公司唔單止開採煤炭，仲負責發電、鐵路同港口運輸，業務覆蓋整個煤炭產業鏈，喺國家能源供應中扮演着關鍵角色。特別係煤炭業務，佔佢收入嘅45%，令佢喺商品市場地位超然。講到投資價值，1088HK 表現亮眼，佢嘅市盈率只有13.48倍，市淨率更低至1.75倍，反映佢可能被市場低估。更重要嘅係，佢自由現金流強勁增長，被評為現金牛企業，顯示強大嘅財務實力，極具長期投資吸引力。加上應收帳款、銷售比率係完美嘅零，顯示資金回收效率極高。呢隻股票唔只有基本面支持，佢嘅市場表現都非常出色。根據資本資產定價模型，佢嘅實際年化回報高達0.33，遠遠跑贏市場預期嘅0.17。過去一年，佢仲以0.41嘅優勢跑贏整體能源行業，表現出強勁嘅增長勢頭，喺同行中脫穎而出。而且，宏觀環境對佢都非常有利，黃金同白銀價格喺過去一年持續飆升，反映整體商品市場需求強勁，為煤炭呢類商品創造咗有利嘅定價環境。同時，我哋發現 Google 上煤炭嘅搜索量，同股票價格有強烈正相關，而且股價領先於搜索趨勢，可能預示住潛在嘅買入機會。再睇睇貨幣因素，港元對美元呈強勁上升趨勢。由於港元同美元掛鈎，港元相對其他貨幣貶值，對於出口導向嘅中國神華能源嚟講，可以令佢嘅煤炭產品喺國際市場上更具價格競爭力，有望提升以港元計價嘅收入，為公司帶來額外增長動力。然而，我哋都要留意一啲潛在嘅風險信號。首先，股票嘅相對強弱指數 RSI 係61.16，顯示股價可能稍微處於超買區域。同時，過去25個月嘅交易量變化顯示零售投資者嘅興趣有輕微下降趨勢，呢個需要密切關注，提防流動性變化。你今日估咗未？本內容只供參考，並不構成任何形式之投資建議、邀約或推薦，投資有風險，買賣需謹慎。